動漫節戰利品。開箱先就係魔界嘅皇后波身，而身上嘅 T，咁另外呢個係上年買嘅，超級靚嘅色紙，有明信片，後就仲有書籤，都係同一間最後嘅現貨。仲有張貼紙啦，有佢呢個麻抽咯，.00。想要一個嘅話，可以同我講。將你哋嘅心攞到手，用個星夢盒，佢可以打開衫，就係一個掛袋嘅，近啲有一 set。我最中意就係小妹一串，咁就買㗎啦。同埋有一 set 貼紙，即係後邊有呢啲款間嘅遮同埋一條髮帶，我都覺得好靚。佢係呢啲 Sugar 嘅啤啤，睇起上嚟都唔會太誇張。跟住就係用啲收尾綠色，搣佢嗰個薄膜可以提住先，佢都係可以推開。證件上呢個擺盤，我為咗好 hit 嘅兩對襪，而睇網圖呢一個 IG 就係買咗個守護貼心嘅行李袋。星野愛即係刺繡嘅吊飾啊，好靚。叔佢就買咗個撳13號 BB， 少得就係超多人排隊，完全攞唔到籌，最後要加錢揾購買嘅聲料，實在我10點幾去到都已經冇晒嗰一件籌。就係 Coffee 買咗呢個 Yui 牌牌，係我最中意嘅動漫之一。到最後一個企安嘅扭蛋，就係 Yui。最後 Coffee 就買咗一條好靚嘅呔嘅十字架。今年戰利品係咁多，完。